捷运新义线101世贸大楼站通车后，将出现一面3公尺高的机动艺术墙，大尺寸的互动影像设计秀出一张张素人脸谱，抒发创作者黄新建对台湾的感情。大学后在美国待13年，故乡的人与土地格外触动游子的心。过客就有点像是说，今天我们人来的时候，这个房子就建起来，但是人走的时候，这个房子又随着我们的离去而坍塌了。擅长把感测器、互动装置都运用在艺术创作。念台大机械的黄新建原本以为自己就会是个机械设计师了，赴美求学，意外投入电玩设计，回台又成了科技艺术家。10年来，作品遍及欧美两岸3地展出，备受肯定。都用头脑。多动脑，有动态跟发展空间，有无限可能，对不对？冥冥中承袭由画家母亲的艺术之路，也形成这个作品。拍张照，一整个家族仿佛都有张共同的脸。黄新建观察，在每个人的心中，或许也都惦念着一间老房子或一个乡下。就像他始终难忘小时候在客家庄，夏天吃米苔木的清凉，下雨天油纸伞的声响。虽然它有一股那种很奇怪的味道，但是就下雨的时候，就打在油纸伞那种声音，是我小时候就印象很深刻。还有一辈子也不会忘记，飞机里面载着被冰封住的眼睛。来自斯里兰卡的眼角膜，让小时候受伤导致右眼失明的黄新建恢复视力，也变成创作的灵感。很多是坏的，但是怎么样把它转化成为一个美的经验，我们都有能力再去转化它，把它变成是一种好的可能。跨越科技和艺术的界限，黄新建希望超越大家对艺术形式的想象，让更多人被吸引，产生共鸣。上课喽！多用头脑，有动态嘅發展空間。多用頭腦，有動態嘅發展空間。谢谢钟林老师。